继续来看台南一个59岁太太，长期伫一间鸭肉店咧总课。22号的下晡，伫店内昏倒，紧急送病院抢救，也是脑死。事实来控诉，讲店长规定妈妈逐工上班15点钟，一年才来休困3天，就是做伤忝过劳才会来出问题。头家娘是来发冤枉，讲是这个太太讲欠钱，无愿意来休困，并无强制伊就爱上班。即摆劳工局已经介入调查了。台南一个世港附近人伫东区鸭店上班，雄雄昏倒伫店内宣判闹死。好好人哪会发生意外？家属出面提出控诉。早上8点半做到晚上11点多，回到家12点。是老板娘没有月休，没有店休，1年只休3大节。一天做超过14点钟，一年敢若休3天，时薪敢若100块。做过头，可能就是分期的原因。面对这款指控，头家娘嘛真无奈。你要该愿意的，我无叫伊做哦。我是无叫伊做哦。我又无趁钱袂使哦。必须要提出一些证明啊，因为目前他们的店没有打卡的资料。无上下班，转开记录，家属只好找监视器来做证据。这个家属甲头家娘一人讲一款，是讲工时较长，不管是在野还是趁外劳啊。劳基法就是规定讲，袂使连上无放假。有责有钱，无责无钱，那只是他们计薪方式的约定，基本上它是劳雇关系是成立的。袂少人下性命做事，就是希望讲会使加赚淡薄仔钱。要不过劳基法的设计，就是要避免劳资双方因为过劳发生危险的代志。总有一句：趁钱有数，性命爱顾。